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这个政府的纾困贷款，是毋是咧画水的，咧好互看？讲有真侪中小企业要到银行申请纾困贷款，但是都要有帮伞来做抵押，才会当借到钱。也就是讲，无帮伞就借无钱。讲以6月初4到单，请到这条钱的中小企业无到14000户，全台湾目前的中小企业是有超过150万户。讲这个纾困金哦，根本就是。 看会到，食袂到。2018年，比当推一个大纸搁搭伫玻璃门，掩过看内底。店面已经清了去啊，有几个工人伫内底。这间网家真出名牛肉面店，主打是24小时里营业。伫咧双北开放餐饮内用的时，向线结束营业。有真侪网友感觉真无彩，不过有真侪生意人真正做了真艰苦。瞬间挂单剩5万、6万，这种很惨的营业额。因为疫情，每个月本来使做30万，即摆只剩2成，基本的开销都强要无够，想要申请纾困贷款，搁拄着困难。 今年的很严重的情况下，它的标准其实是一模一样的，有没有房产让你的分数拉高啊？而我们状况就不是很好的，怎么再去做拉高？我就想说，难道我要去借钱买个房子？ 以立委公布的资料显示，讲纾困4.0的贷款6月初4开办到即马，公股银行占8成，不过民营银行占较无2成。就算银行提供贷款的金额会使到100万，不过伊全台中小企业超过150万间，核准的敢若增加较无14000户。 是纾困的门槛实在是非常的高，诸多我们连锁餐饮服务业的相关产业。 根本就是看得到吃不到。可是这次的消费券，我们是强烈建议他必须到实体门市去消费，因为这样路上才会有人呐。这做生意的人听讲有5倍券，真欢喜，也毋过想要挡过即摆，就看政府安怎出手，甲因斗相共。